真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台南书店大天后宫让6年时间，即马阁举办府城迎妈祖示警的活动。这届有50多间庙，超过100个人头做伙来斗闹热，现场人是吵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庙埕头前大锣大鼓闹彩彩，府城大街小巷嘛真闹热。拢总54间庙宇，估算上万人来参加，嘛再次呈现俗语府城迎妈祖800期不期不有这款大场面。这回让6档书店大天后宫，佮举办超过100档历史的迎妈祖文化，对这地势看出府城人对宗教的热情。这地顶庙拢来这参观啦，拢来这拜拜啊，做闹热的啊。 安尼清朝尾日本时代拢有这个迎妈祖活动，只不过伫来个下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会动到6档无赢，嘛是为着咱市民的诉求嘛好，期待也好，希望讲一个能够恢复。经过了解，今年照鼓励限定4城门内的大庙才通参加，其中所唯一一个对北部来的，就是大龙凤保安宫。 大天后宫指出，正伫咧日本时代，双方就得来往，不能够中央登去，即几档变势恢复传统。后来一段时间的中断我们就现在又继续来参加他们已经参加，我们就到这都有看看这个文化安怎？这个很好啊，这个尤其台南的这个宗教文化比我们这个北部更热闹。 来参与迎妈祖的宫庙，这回唔那甲真罕出门的新尊请出来，甚至嘛有上百件传统工艺，互大家一界看有够开。其中代表主家门面的大瓜顶参立体路关牌，拢是杜碧琪老师做的。较早拢做竹啊白的土钉拢也这起来的时阵会较大粒。伊目前即马有迄工厂做编的写字的，这几张来也老咧算真大粒啊。 庆典活动嘛有4间高中学校联合组机队，要营造优质的宗教文化。比方指出，按算整个活动爱半暝1、2点才会圆满结标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